各位听众朋友，在工作整整1周过后，是不是感觉身心疲乏？周末到了，却不知道该去哪里玩。在城市近郊就有一座美好的人间乐园等着你。水鸟乐园在这里恭候您的莅临。水鸟乐园祝您有愉快美好的一天。水鳥樂園祝你快樂嘅時間。水鳥樂園祝福大家幸福快樂。Waterfall Paradise wish you a pleasant day。欢迎各位嘉宾莅临水鸟乐园，来，准备，所有的人开始预备，下水前做好万全的准备。哎，你们好，欢迎各位嘉宾莅临水鸟乐园。你好帅哦。这不是重点啦。你知道水鸟乐园吗？水鸟乐园吗？没有关系，我跟你说，之后我们会开幕，欢迎你来玩哦。这个 project 的负责人，你是他女朋友吗？是他。那还好，那你可以来玩。对哦。你们两个是？你也要吗？姐弟 ，Hello， 你好，你是姐姐对不对？水鸟乐园吗？你好年轻哦。好，那我之后可以跟你留电话吗？那我跟你介绍一下哦。那我是这个 project 的负责人，是那可以吗？就是你可以好啦，我相信你一定喜欢我的，再给你一张，谢谢哦。你怎么拿那么多张啊？好重。那你要帮我们发给其他人哦。哎，你为什么要留胡子啊？那好有个性哦。那等一下我可以跟他留电话吗？可以吗？喂，丢掉工作。其实我刚刚看你注意你很久了，再多给你一张好了。怎么样？真的一定要来哦，你不可以不来哦。好啦，看你很可怜，这些都给你。你会不会很困扰？哎，苍蝇呢？我就知道你喜欢我。苍蝇呢？我不知道哎。他去偷懒了吗？应该没有吧？他应该是去上厕所啦。应该是上厕所啦。去发传单。哦。嗨，你愿意再帮我多拿几张吗？我想说你爸妈应该都会来，你的爷爷应该很想来吧？可以带孙女来哦。你们两个，好了，放过你们。你们好，那我是这个，我是这个 project 的负责人，我是晴婷。你好漂亮哦。对，那如果就是我刚刚在远方就有看到你感兴趣的地方，或美。者是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在哪里买联络我，或者打我的电话都可以有在上面。西门町。那你等一下结束演出之后，我来问你，就是在哪一间，你要跟我讲哦，再多给你2张。记得来水鸟乐园哦。哎，是不是都差不多发完了？没有人嘞，还是我们放在那个位置上，等一下如果有人来的话，就可以给他们啊，对不对？我觉得我真的是头脑非常好的女生。走了。走了。一開始嘅時間，入面人嘅客家電視台有實習，帶新聞部實習太後嘅時間有去採訪新聞嘛，前2年的時候，剛好苗栗嘅太埔有太埔嘅土地徵收事件，鼓手那時候在那個進行採訪新聞的時候，就看到因為土地徵收的關係，東營嘅福卡就是被徵收了，就沒有了，出沒了土地嘞，然後就開始想說，那我們為了一個更近代、更現代化的都市，我們需要去犧牲什麼？就是因為當你去土地徵收的時候，就是為了要蓋一個更好的新世界嘛。可是我們這樣是不是會犧牲掉一些東西？因為東公營嘅嘎福卡出沒嘞，然後他們就會覺得很難過。那採訪的時候就會看到他們的心情轉折。所以為什麼會寫這出劇，就是想要去了解說，我們到了一個現代化的都市，人會用白影嘅改編啊，有什麼樣的轉變這樣子。当代社会中的个人与他者，你们无法单纯依靠说话来表达想法，必须使用他者的语言。在开口前，你要先学会他人的说话方式。
这个公民社会中的意识形态，主流价值之上的主流价值，非主流价值之外的非主流价值，与时并进的用语，当代精准的词汇。每一个字词必须彼此串联，如鱼上的鳞片、兔背上的毛、鹿角的纹路。我们必须顺着鱼鳞的方向摸，如此才能方便前行。我们抚摸，我们摸。不同的语言应用在不同的场域，进行消费和购买行为时的说法，欣赏艺术作品时要发表的剧评和影评，小报上的头条和广告单上的标题，必须在脑海中构筑他人言语的框架，在自己的语汇中进行扩张，继续延伸，再用心记下、默念3次。我们是众人的一部分，我们是众人的一部分，我们是众人的一部分。我们接受语言本身的领导，语言本身形而上的力量，是众人的语言载制众人。你怎么看？是我被我们所载制，是你被你们所载制。世界上只需要一种声音。不管你在任何地方转身，你都不需要思考。你不能真心诚意的说话，不能畅所欲言，必须模仿他人的话语 ，it 吃进他人的话语，吃进谁的话语 ，it 吃进你的话语我的话语 ，it 吃进他的话语。他的话语有什么好吃的啊？没什么好吃，但是我们必须吸收，正如同婴儿时期我们被灌输姓名，吸收然后就可以模仿 it。同时尽量不要咀嚼，咀嚼是毫无意义的，进行吞咽的动作。干，这他妈超好吃！不可以随便乱说脏话，但是你说的是对的。附和他的人一起举手。再说一次，干！这他妈的超好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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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好吃，好吃，好吃！换你说，我一定要说吗？干，这好吃！干这他妈好吃！干！这他妈的超好吃！很好。必须附和他人，吃进他人的话语。没有个人，只有他者。我们成为一个巨大的共同体，彼此成为彼此的脉络，将身体埋藏在彼此的身体之中。我们是兔子背上的毛发，顺着兔毛摸就相安无事。我们是鱼上的鳞，顺着鱼鳞摸就不会刺到手。这仅仅只是为了生存。生存，生存，生存。语言与其暴力行为，不可以沉默。沉默是不文明的。沉默是一种个人的思考方式。个人的思考方式是不礼貌的，是不理性的，是不利于众人的。必须不间断说话，不可以露出思考的表情。你只要说，只要说，拿着别人的话语不间断的一直诉说。不可以沉默。语言的习得是人类重要的存在依据。从野蛮的缄默过渡到声音的力量，文明开展始于言语的传送。必须习得他者的语言。没有人学不会，人的潜力无限巨大，没有人学不会。据说，将孩子放置在动物之中，他就会习得动物的语言。西元1985年，我们在墨西哥。Hello SNG， 我们在墨西哥发现有孩子身处在狼群之中，孩子从小被人遗弃，从小由狼养大，你怎么看？他先是被喂食狼奶，再被喂食肉块。我们看着他在狼群当中一同猎捕小动物，一起进食，一起睡眠，天冷的时候还会呜咽。我们看到他的时候都惊呼：“是狼的孩子！”那我们把他怎么啦？我们把他带回人类社会当中。孩子回到人类社会当中，面临适应不良的问题，你怎么看？孩子的面容惊恐，不知所措。他最后怎么了？他最后不吃不喝不睡，然后死了。死前他说了些什么？他如同狼一般嚎叫，然后便死去。嗷嗷嗷！闭嘴！在他死
死之前倾吐的这些话语，我们都不了解，因为那是狼的语言。孩子他透过语言，他让自我的身体敞开，让狼的灵魂进入他自己。他已经脱去人类的习性，只剩下人类的空壳，因为他吃的是狼的食物，喝的是狼奶，吃的是生肉与血。哎呀，因为他吃的是狼喂他吃狼的食物，因此精通狼语。你怎么看？令人印象深刻。难以忘怀的经历啊！人类的语言潜力，只要灌输，就可以在脑海中印刻他者的足迹。没有人学不会。他的成功是语言历史上的一大骄傲。骄傲，骄傲，骄傲！多么有趣的故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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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的拟仿，种族的拟仿，身份的拟仿，力量的磐石来自于习得他者的语言。必须模仿，必须使用他者的语言。我们是众人的一部分，为了众人的利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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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开始的时候，你们会看到有4个角色在台上，记得要给他们在的地方叫做水钓跟乐园，水鸟乐园。这4个角色，他们分别叫做蝴蝶、苍蝇、蚊子和蜻蜓。那这些只是绰号，并不是真的动物。但是他们在这个水鸟乐园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是不断的在鼓励对方彼此说，我们要多卖水。然后卖到水赚钱，我们就可以去他们想象的一个地方，就叫做水钓跟乐园。啊，哦，你今天好漂亮哦！啊，真的吗？你也是啊，你也很帅啊！哦，不，快别这么说啊！我觉得你今天的角度好漂亮哦，那我们一起出去玩吧！那你嘴巴张开，舌头伸出来啊！我检查一下，嗨，哦，这个角度很好哎，很适合你哎，好美哦，很好，表现得真好，下次见哦，perfect。哦，我来帮你。哦，哎放这里。你哎在练习啊？我一直都很乖啊。哎，时间到了吧？可以回来工作了。好了，谢谢。真辛苦，在上面感觉怎么样啊？会很期待，真的，但也会怕受伤害。下一个就换你了。之后就换我了吗？为了我们的将来，这是 project 的一部分我啊。常常在为 project 准备哦。多练习有差哦。哦，我刚刚就是这样子哦，吸气，憋气，哎，不对，吸气，憋气，用力，用力到皱起来吗？用全身的力气，像我上次教你的那样啊。有效果吗？我有时候也会这样哦，怎样？只是我是卷起来，窝着窝着干嘛？憋啊，憋什么？憋尿啊。你可以试试看哎，我干嘛要憋尿啊？节约用水是吧？是啊，我们4个说过的啊。哦，是你提议我们有进展前要憋着不能放掉。我什么时候这样说过啊？哎，多多练习，熟能生巧。来啦，一起啦，一起，来，预备，预备，开始。等你 cue 我。好，来哦，听我指示，预备，3、2、1，憋。
喜欢什么憋尿吗？喜欢我们大家在一起的感觉。在他的帮助下，我们都会变得很完美哦。谁啊？园长啊，他长得很矮哎，哦，但相形之下，我觉得自己更加渺小。我记得他的声音具有雄性的吸引力。是死亡的魅力。哦，他的魅力。你们只要听，不要发言。水鸟乐园的诞生，在开始之前，我们只有空无。人的价值与利益，就是在永无止境的限制之中，创造出最大的可能性。用我们的想象力与野心，环境将永远不再停滞不前。人间乐园，这就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愿景。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我们灌溉提供了无限的资源，灌溉出的不只是美好的景象，不，我们灌溉出的是笑声与愉悦的眼神，史上最棒的乐园。你们看，远方转吧七彩霓虹灯，照映在游泳池的水上，闻到了吗？那是氯气的味道，飘散在空中，还有油漆，还有木头，还有未干的水泥。光滑的滑水道反射着夜晚的灯，远方还有水鸟，大只大只的水鸟在水中走动，这就是水鸟乐园，看到了吗？再也没有闲置的土地利用，没有荒芜的土地和废弃的房屋，没有无用的声音。水鸟乐园，从今以后，更好的水源，更好的生活，这些好东西就是我们新的希望。我们仰赖你们的努力。你们不想和大家一样成为我们，进入水鸟乐园吗？我要，我超想要。我不想要被隔绝在外面。我们真的好害怕那些声音哦。孩子，放心，我们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人，你们不会再孤单寂寞。真的吗？当然，来抱一个，再也不孤单。你们是为了我们大众的利益而生，你们愿意为了大众的利益与我们一同奋斗吗？除此之外，我没有其他任何的欲望。我也没有其他欲望了哦。是说我们那个 project， 我们别无所求了。当然，因为你们也一无所有。从今以后，你们就是这个社会中最有用的一群人。我们已经达成了一个美好的共识，没有人会像你们和我们这样，为了众人的利益而如此力求上进。来，再给自己一个掌声。好孩子。我觉得我好想要舔他的鞋跟哦。我只可以舔你的鞋跟啦。从那天之后，我们就很努力的工作。好，你们是最好的伙伴。充气游泳池，可以。这个季节太冷了吧？没有关系。我不知道他这么期待哎。他喜欢想象的感觉。我也喜欢，你什么都喜欢。想象的感觉对我们都好。准备好了。嗯。好冰哦！因为已经是秋天了。秋天是充满回忆的季节吗？秋天的时候水更少。我知道，所以我不会去动那些水。你一直都很听话。所以这是给我的奖励。我们这周进度不错哦。我们离成功又更进一步了。比上个月好，很多人跟我买。你的口才一直都很好啊，从以前就是这样。哦，我还记得你那时候冲到。是礼物。我们那天就给你买的，是黄色的，还有黑色的眼睛。我们只买得起这个。多么可
爱的橡皮呀，我很喜欢呢。等到哪一天啊，我们把那些水都卖完，我们就可以进到水鸟乐园喽。到时候就会有真的游泳池，真的滑水道，然后他们就会安排我们进到很好的房间。你看，就会有很大很深的浴缸，到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我们就可以用这只鸭子喽。我就知道你会很开心的，我真的很感动。高兴就好。等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就不用这些替代品了。没有人像你一样对我这么好，到时候啊，你可以跟别人一起分享。我只想跟你一起分享。都是间，来出魔吹嘞。什么意思啊？时间到了，你要离开我喽？我不知道。哦，那我要跟你一起走。哎，不可以，你要听话，不要任性，好好完成这个 project。我根本就不喜欢那个 project， 而且我很讨厌那些练习耶。这个 project 很重要，我不需要那个 project， 我只想跟随你。你不可以跟随我，你要跟随他们，知不知道？你要好好完成这个计划，你听到了没有？不可以跟随。你心里根本就不是这么想的。现在已经不一样了。我相信你，我们可以跟以前一样啊。我不记得以前是什么样子。我记得哦。我们学会共法。什么意思啊？你要听话。不要。矫正时间到喽。家家户户都有水，那我们为什么要买这瓶水呢？你家的水跟我家的水有什么不一样吗？不，当然不一样。喝了这瓶水，不仅对你的肠胃肝胆有帮助。在我们这个剧场里面，就是续雕给露演有一盏建筑，有一个建筑物，它是未完成的一个建筑，然后这些角色就居住在这个地方，但是这个地方象征都市的边缘，然后他们就是一心想要进入他们心中的乌托邦，所以会看到这是一个未完成的一个建地，工程建地，那他们就是在这个地方不断的想要把这，也是一个未完成的过程，他们想要进入到一个更好的地方的时候的一个中间的停滞点。不要客气啊。一定要吃吗？啊，我吃过了。当饭后点心也可以啊。我消化不太好。吃了对你身体好，帮助消化。这是美国的大学生在30年代的时候最流行的嗜好。吃金鱼吗？30年代正是美好的年代，随处可见生吞金鱼的人们。好吃吗？好吃，很爽口。金鱼并不好吃，生吞金鱼更是不好吃。为什么你要骗我呢？如果不好吃，那为什么过去的人流行生吞金鱼呢？因为他们让吞金鱼这件事情变得充满魅力。他们在报纸、在巷弄、在广播大肆宣传这件事情，让人们相信这件事情充满魅力。一时之间，金鱼也是供不应求。当然，很多人因为这样不小心被金鱼噎死，可是人们还是冒着这样的风险，前仆后继地去购买金鱼。这是多么美好有趣的景象！你可以想象这样的盛况吗？好像很棒。我跟你说这个，不是因为我喜欢刁难你，是因为我很喜欢你，你知道吗？我对你寄予厚望，你知道吗？我知道。所以你们必须更加努力，是吧？
可是这个月好像没有很多人想要跟我们买水。不，他们想要。难道你没听懂我刚刚说的话吗？他们都想要买，唯一的问题是，他们还不知道自己有这样的欲望而已。而你的工作就是帮助这些人，协助这些人找到他们内心的需求，这会很困难吗？应该不会。这就对了，我相信你，孩子，我的希望都寄望在你身上。他们没有喝过我们的水，怎么会知道我们的好呢？有无数的人迫切的想要来，他们迫切的需要最重要的是，他们需要的是你。需要我？他们除了你以外，别无所求了。你要带领这些迷途的人，找到他们对水鸟乐园的渴求。我要带领这些迷途的人，找到他们对水鸟乐园的渴求。你要带领这些迷途的人，找到他们对水鸟乐园的渴求。我会带领这些迷途的人，找到他们对水鸟乐园的渴求。我会带领这些迷途的人，找到他们对水鸟乐园的渴求。我会带领这些迷途的人，找到他们对水鸟乐园的渴求。我们将被带领，找到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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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对水鸟乐园的渴求。那第二个段落的时候，会慢慢发现说，他们为了要进到水鸟乐园，所以他们要去进行一个推销的行动。当他们进行，就很像一个直销的行为，去推销、去卖东西，然后买卖的行为当中得到钱，所以他们才能进到一个乐园。所以他们就要去训练彼此的口条，然后在训练当中就会去训练彼此的语言，然后就会有一个语言治疗师的角色，然后去矫正他们的声音。不够，我觉得还不够。这样可以吗？好像哪里怪怪的耶。这样呢？我觉得好像有诚恳一点呢。我不相信。可以给我镜子吗？我看不到。你不需要镜子啊，你只要在意我们其他人的想法就好了。可是有了镜子，他才能看到自己啊。他不需要，我们的观感才是最重要的啊。可是这样我很累耶。他又不会把东西卖给他自己，只有外面的人才会消费他推销的东西啊。我觉得你讲话跟那个人好像哦。谁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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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不要这样说我。你们帮我看看要怎么说嘛。你说啊，又没有人阻止你。你凶屁凶哦！坏掉了，好可怜哦，坏掉了。你刚刚说我很凶是不是？哈？你说我很凶？转过来看着我，我很凶吗？哈？你说啊，你很凶吗？很凶吗？回来，开始啊！大家好，我要为你们介绍一样东西，就是这个水鸟乐园的水，它跟你们家的水不一样哦。只要喝了水鸟乐园的水，就是不一样的人哦，就会变得很高尚、很高雅，又很优秀。等一下，这就是你的说辞吗？我还没有说完呢。你平常说话不是咬文嚼字的，怎么现在变成这样啊？我哪有咬文嚼字啊？你不要含血喷人。我觉得很令人感动啊。
你刚才那种说法，谁会买账啊？哎，你这样插嘴很没有礼貌哎。对嘛，我听你。谢谢。除了我刚刚说的以外，还有很多的好处哦。这样好。有光的时候呢，光照进来就会穿透水，然后呢就会折射出来，就会有彩虹哦。哟吼，又天公嘞！等一下，有水跟有彩虹有什么关系呀？彩虹对眼睛很好，对对对，你是得讲什么瞎话啊？因为喝不到水的时候就会去舔彩虹。那你去舔啊。好啊味道怎么样？ ，yes。你看吧。根本不是这样的，好不好？给我，我来示范。坐好。抬头挺胸。眼睛直视着我，很好。好，家家户户都有水，那我们为什么要买这瓶水呢？你家的水跟我家的水有什么不一样吗？不，当然不一样。喝了这瓶水，不仅对你的肠胃肝胆有帮助，对你的身心发展有益处，顾眼睛、顾心脏，增强听力，增强免疫力。小孩喝了长到180，老人喝了耳聪目明，头脑清晰，女生喝了补血气，男生喝了壮阳气。喝了这瓶水，你就会像水鸟一样轻巧灵活。现在买1瓶送1瓶，买就有机会免费进入水鸟乐园分部，多买多赚，多买多划算哦。辛苦了，这是应该的。真的有这么神啊？当然没有啊。啊？我现在肚子饿了，我想要吃东西。哦。他为什么要那么听你的话？可能是因为我的魅力吧。那你怎么不叫我去帮你拿吃的？我现在很饿，你一定要在这个时候讨论这个吗？我可以帮你做很多很多事啊。那你可以去帮他啊。哦。哎呦，他一个人也可以用得很好啦。你知道吗？我有写东西给你耶。不要吧。来喽，谢谢你，你真贴心。请享用。好。那只是豆子和水而已。我就只能找到这样子的食物了嘛。没关系，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那你要我喂你吗？好啊。好，来啊。我要在这里朗读一首诗。一首诗？你写的吗？我捡到的。你去哪里捡的啊？网络上啊。不要吧，可以不要念诗吗？这是我献给大家的。La pluie sous la pluie, je pleure son parapluie, les fleurs, les puits, les riz. Sous la pluie, je pleure dans la nuit, la pluie. 好美哦，是什么意思啊？我不懂哎，是什么意思啊？这是一首有关想念的诗。你想知道意思吗？想啊。不要。雨，在雨下，没有伞的我哭着，花朵泪水皱纹，在雨下，在夜晚中的我哭着，雨。好美。这是我为大家献的一点微薄的心意。妈的，这是什么诗啊？啊？你听到我说的了？你为什么要对这首诗那么反感呢？它有什么不好吗？对啊，我很喜欢那首诗哎。我不喜欢你这样，你骂脏话。这就是我表达喜悦和感动的方式啊。
没有人强迫你接受。你刚是说你很喜悦、很感动吗？我刚刚怎么说的已经不重要了，重点是，除了他们以外，没人会使甲我管，我会使讲啥是袂使讲啥。你小声一点啊，不要那么大声，降低音量。我想要讲几遍就讲几遍，你安怎？明天早上8点来报到。你也是，明天早上10点来报到。啊，你不应该这样的，都是你害的，是你太激动，你没有资格说我。你不应该说那么多的。我不想要被剥夺，我不能忍受那样的生活，我不行。我们不会，你怎么知道？因为我很努力上进，我按照他们的指示生活，我准时打卡工作，他们说什么我就认真执行。我从来没有像某人一样文绉绉的写什么诗。哎，你不要讽刺人，讽刺人是懒人的障眼法。我很喜欢这一句哎，是网络上找的啦。还有你的诗，好说好说。你也只有在这种时候才会说话，要你推销的时候半个字都吐不出来。那你那么厉害，为什么我们的水都卖不好？不然怎么办嘛？我刚刚想到，我们可以做一点网络行销啊。听起来好像很厉害哎。那你要怎么做？我捡到一只 iPhone 哎，你去哪里捡的？我的口袋啊。好好哦，我的口袋都只有200块。然后呢？然后我们可以玩直播啊。请问你要在直播上面放什么？好像很棒哎。啊 ，Hello， 大家好，又到了我们的周报时间了。好的哦，那我现在呢在吃的这个东西呢是木栅这里的豆子水，非常非常的好吃，我从小吃到大的哦。有人说我后面有东西在动。那个是我的伙伴啦，那需要我把它丢掉吗？哎，你不觉得这样很棒吗？还可以放我们的声音哎。你只是想要在里面读你的诗吧？我很喜欢他的诗哦。La pluie sur la pluie dans la nuit， 大家都看到了。哦，有人留言呢，好可爱。老师，可以讲你上次没有讲完的处女座吗？哦，处女座呢，就是成也细节，败也在细节哦。有人都说处女座和牡羊座配不配？那我的名言就是呢，没有配不配，只有怎么配。好可爱是不是？哎呦，老师，我本来就很可爱啊。哦，我今天这个头发呢，是我的服化设计郭志文帮我用的。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策略吗？什么策略啊？我说什么策略啊？透过这样有计划性的想法和动作，把我们的声音包装啊。你只是想要在里面放你的诗吧？可以放我们大家的啊，我才没有那么自私嘞。有人说老师好会讲，当然你在开玩笑吗？好的，那提醒大家哦，6月10号到12号，也就是明天，就是水鸟新月要开始喽。水鸟新月它会开始逆行，就是我们俗称的水逆。那请大家千万要小心，不要说老师都没有提醒你哦。拜拜。拜拜。
伟大治疗计划第1阶段，精准之必要，正确之必要，循循善诱之必要。写好了吗？把你的考卷往左边传一位。每隔12点5分，有什么问题吗？我可以去上厕所吗？下课怎么不去？刚刚没有时间呢。不行。哦，来，第1题 B 开头 L 结尾 bilabial， bilabial 请写双唇音。第2题 N 开头 L 结尾 nasal， nasal 请写鼻音。第3题 S 开头 P 结尾 stop， 写爆破音。最后一题 F 开头 E 结尾 frictive， frictive 写摩擦音。一格几分啊？1格5分，满分100。那写注音怎么办？写注音扣1分。英文写错一个字母几分啊？英文写错一个字母，这个字还算拼对吗？鼻音写鼻子音可以吗？不要这样写。啊，那要倒扣吗？小考不用。好啦，改好了就把它还给他哈。有人满分吗？很好，没关系，我们来进行一个复习的动作哈。首先，我们看到，如果说这里是双唇，这里是上颚及下颚，再来是我们的软腭跟硬腭。如果说我们是这里所谓的小舌，当你在发出声音的时候，那边的同学不要再讲话了。警告3次，到我那边罚写10次。如果说我们这里所谓的小舌，当你发出声音的时候，小舌就会跟着这样一样震动哈。不要，为什么？那边的同学，不要再讲话了。谁可以告诉我，所谓的双唇音是从哪里发出来的声音？牙龈吗？牙龈吗？我们的嘴唇。很好，加1分。Yes。马屁精。下一题，我再问一个哈，所谓的鼻音是指哪里发出来的声音？答过的同学，给别人一个机会。来，蝴蝶同学，舌头吗？舌头吗？用你的脑袋好好想一想啊！笨蛋！啊，你是会哦。我会啊，我才不告诉你嘞。不嘞，你才不会嘞。本来是鼻子。非常好。Yes。答案就是鼻子。鼻子发出来的声音就是鼻音，鼻音呢，就是我们用鼻子来发声。所以呢，大家来跟我做一次哦，你们就会明白了。来看我的动作就好了。妈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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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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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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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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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来，站起来。哪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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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啊啊啊！哪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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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啊啊！我的咖喱啊，我的啊！非常好，大家都表现得非常好。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边了哦。谢谢老师。伟大计划的下一阶段，第2段。顺从之必要，美化之必要，虚幻之必要。太真实的世界是虚无的，是缥缈的。过多的真实只会令人作呕，令人反胃。你们看看这个世界，看到了什么？告诉我你们看到什么？我看到沙漠啊，对，沙漠。好，那
那庆婷同学呢？你看到了什么？就一堆水啊。除了水之外呢？就你们啊。哦，好，那水跟沙这两个东西让大家联想到什么呢？海边，很好，棕榈树、小雨伞，海水好凉快。就水跟沙嘛。好。单单只有水跟沙这两个事物，有些人呢没有办法看到事物的本质，事物的本质不容易轻易被看见，所以为了要看到事物的本质，我们必须要做练习。好厉害哦！那要做什么练习呀？练习用语言建构。扶持。那位同学，你要认真听课啦。语言像是一把螺丝起子，它可以拆解事物的表象，看到事物的本质。并且把事物的本质 review 出来，准确的传达给观众知道。老师，我听不懂。哦，没有关系啦，我帮你们解释一下。我来念一首诗：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好美啊！啊，你是听得懂哦？我本来就听得懂，好不好啊？怎么可能啊？你哪听得懂？我就听得懂，就听得懂，对就听得懂。怎么可能听得懂？我看到无产阶级的需求。大家要跟蚊子同学多学习学习。刚刚这首诗就是这个意思哦。好，那不然这样好了，我们来做一首诗的练习。写关于水鸟乐园的诗，我给大家一点时间哈。哦，好了，是不是？好，那蚊子同学，请说。共产党人不吝于隐瞒自己的意图和观点，他们公开的宣布，他们的目的唯有用暴力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场革命当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会是整个世界。我听了都热血沸腾了起来。这个不是你写的吧？不是我写的，但是是我相信。好深奥，感觉好厉害。学人精。青青同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诗。风吹水面层层浪，雨打沙滩万点坑。是点点坑吧？干，我说万点就万点，不是上万点。那么厉害你还写啊？我本来就很厉害。写啊！我超强。好了快点写啊！你写啊！不要再吵了啦！好了啦，啦，好了，停，不要再吵了。哎呦，苍蝇同学，不要难过啦，写不出来哈。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诗嘛，好不好？苍蝇同学写很多啦，来，我帮他念。哎，怎么了嘛？厌恶之必要，恐惧之必要，压力之必要。那个是我要讲的。哦，伟大计划下一阶段，第3阶段。好，立正站好。
摆动你的翅膀。哎，这里，这里，咚咚咚咚咚咚咚。自己带。好，继续。现在开始，1、2、1、2、1、2、1、2、1、2。好，现在跟随我的声音指示动作。不可以说话。现在跟着我说一遍：干燥的皮肤令人难受。干燥的皮肤令人难受。继续说：干燥的皮肤令人难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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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现在你踩它，不要怀疑。其他人继续。干燥的皮肤令人难受。干燥的皮肤令人难受。干燥的皮肤令人难受。令人难受。干燥的皮肤令人难受。干燥的皮肤令人难受。干燥的皮肤令人难受。再踩。干燥的皮肤令人难受。继续。干燥的皮肤令人难受。干燥的皮肤令人难受。继续。继续。继续。现在我什么也不会。毕业之后，我才发现，我在这个社会上我一点竞争力也没有。来到这里以后，对你们一点贡献也没有，我连一瓶水。你知道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小声。为什么不能？没关系，他们已经睡死了。我昨天已经跟你提过了。有吗？我记得我上周也有跟你提过。我不记得了。我已经跟你讲过很多很多次了。没有印象。老是这样。我没有。你从来都不记得我说过的话。你把自己想得太重要了。所以我的话对你来说是不是一点都不重要？
不是，才没我就这么不有。值吗？你想太多了。所以我们都不用进行对话，不用进行沟通。不用进行情感的交流，不用建立彼此的信任，不用因为彼此的成长，你够了哦。我就要像这样子，给你高潮，给你爽，就跟一个野兽一样，然后你就拍拍屁股就走人，是吗？然后你就会跟我说，我们再做一次啊。因为大脑会记忆上一次的高潮，这种对身体的期待会残留，会存在。因为人在夜深孤孤单单的时候，就会想起这种被陪伴的安心和温暖。然后我们再做一次，然后我就会给你高潮，然后你就会满足我们体内永恒的饥渴，满足我们各自不断膨胀的生理需求。你说的够多了。问题是，我们一开始就说好了，不是吗？一开始我们都很开心，你说是不是嘛？我不想要听你说，我们本来都好好的啊，是你的需求跟我的需你不求变得不要再一样说了。了。大家都是这么做的，这样没什么不好。我们应该要知足了，你说是不是？你可以不要那么幼稚吗？这个社会本来就是各取所需的。对，这就对了，你懂了吧？所以我们只要找到我们自己想要的就好了。嗯，你悟性不错哦。我知道。那你想要安静一下吗？我想要感觉沉默。请便。啊，哎，你可以跟我复诵一次吗？沉默。哎，你跟我复诵一次嘛？沉默。啊，沉默，沉默，沉默。呀。沉默是一个非词之词，非客体之客体。这是谁说的啊？好像蛮有道理的。好像是巴塔耶。哦，OK。大学的时候我们读过很多他的书啊，我还曾引用他的话在专栏里耶。那现在呢？很久没碰了。你不喜欢了吗？不是啊。那书不见了吗？是因为大学教授要我们去读，我才去读的啊。那你的书应该还在吧？早就被没收了。嗯，也是。我有时候真的觉得我很废。你干嘛？在这个社会中，我什么也没有。你不要难过嘛。我就真的很废啊。好，我知道了。现在我什么也不会。毕业之后，我才发现，我在这个社会上我一点竞争力也没有。来到这里以后，对你们一点贡献也没有，我连一瓶水都卖不出去。我最后一定不能跟你们进水鸟乐园。你不要烦恼嘛，我们可以一起解决的啊。这是善意的谎言吗？我不是有跟你提过，我有一个 project 吗？
我现在正在进行联络了，之后就会开始运作，到时候你也会有机会的啊。你根本就没有想要让我进入那个 project。没有，我之前有认真考虑。不，你才没有！你跟园长一样都在骗我。最后我一定不能跟你们进水鸟乐园。我口渴了，你可以给我喝水吗？谢谢。这一袋味道好奇怪哦，我可以换一袋吗？不行，为什么？这是水鸟乐园的水，存货有限啊。那又不是真的水鸟乐园的水。这当然是真的水鸟乐园的水，你真的相信他们说的哦？不是我要不要相信，而是我们要让别人相信。一旦他们相信这是水鸟乐园的水，它就真的会是水鸟乐园的水。你真的好会说话哦。这个是我与生俱来的能力。你真的好厉害哦！我真的觉得我很像废物哎。废物，废物，废物，你不要难过嘛，废物。你现在只是在山路上，还没看到山顶啊。你真的这样想吗？我很确定。你人真好。怎么了？怎么了？他又怎么了？他可能还不适应吧。是又做噩梦吗？我觉得应该把苍蝇叫醒苍蝇，苍蝇，苍蝇，怎么了？那个蚊子他又来了。我又梦到嘞，他说他又梦到了。我梦到我嘅阿爸老阿妹。他说他梦到他的爸爸跟妈妈。你也有爸爸妈妈？对啊，你也有爸爸妈妈哦，怎么没有听你说过啊？我冇讲过。他说他没说过啦。哦，好，算了，我累了，我明天还要工作。我们刚刚不是那 project 还没明天有讲完再说。下去。哦。蚊子，你想要聊聊吗？唔会，他说不要。我唔会讲。他说他不想说。我是很好的倾听者哎。也系我自家嘅问题。他觉得这个问题有点私人呢。那你高兴就好。蜻蜓。晚安，我累了。晚安。他说晚安。我听得出来啦。晚安。晚安。晚安。
去年嘅時間，台灣冇落水，然後出停水嘛，就是去年的時候，這個時間各地都在停水。那南部懂東跟土梯啊冇水都得用，那所以就開始發現說，雖然南部缺水，可是台北有東東引有浪費嘅情形。就是對水完全沒有節制在使用，你就會看到一個城鄉跟鄉村的那個一個差異，然後就會去想說，我們對於資源，水是一個資源嘛，可是都市人對於水這個資源就是視為理所當然。不過，就是鄉下嘅人啊，鄉下的人對於那個水，他們卻是很珍惜的，然後就會看到一個差異。所以水這個資源就是當做一個象徵，在這出劇裡面就去探討說，到底這樣一個資源，我們要犧牲什麼樣的東西，然後去得到它？雨天，积雨云，水洼，水鸟的嘴，青蛙的蹼，鱼的眼睛，准备求泳。下雨了，在这个终年干燥的城市，我们曾经共同度过好多的苦日子。现在这一切终于到了尾声，因为有了雨水，我们就再也不用数着日历，那些日子永远的终结喽。我们就再也不用排队，再也不用舔舐着地上干枯的泥巴，再也没有那个时候的苦日子。缺水，轮流停水，限制用水，不可以洗澡，干枯的水曲，妈的又停水，艳阳，永恒的光，如沙的城市，玻璃，街道，车辆，干，好热，晒干的翅膀，焦裂的嘴唇，积满尘土的浴缸。那个时候，我们永远都在口渴，因为所有的水都被注入到一个地方——水鸟乐园。那个地方有无限的可能，那个地方有无限的资源，就像孩子之前我们把脸贴在玻璃上观看，孩子们模仿他们的笑容，模仿他们的快乐，按照他们走路的方式，孩子们按照他们说话的方式。游泳池、滑水道、旋转木马，在那个如沙的城市，要喝水飘到水鸟乐园，因为所有的鱼都被储存在乐园里。那是绿洲，我们的绿洲，孩子的绿洲，精神向往，如神的国度就在那里。此时此刻，听话顺从的人，了解利益的人，被挑中的人，获得资格的人，说话有声音的人。好消息是，只要肯努力的人就可以进入哦。冰凉的消防栓，舔舐的消防栓，用昆虫长长的口气，卷须像是吸管一样，贴着蓄水器，吸不到。好渴哦，好渴！现在不是在下雨吗？我们不是已经在水鸟乐园里面了吗？这不是真的。你还没有资格进入，你不是他们，在水鸟乐园之外，你必须模仿，必须学习模仿。这是建构的雨，这是假造的雨，这是想象的雨。好凉，好舒服哦。这是想象的雨。我不在乎。告诉我，你们没有梦想吗？人因梦想而伟大，就是这个道理。你们看过水鸟乐园吗？夕阳照下来，光洒在游泳池上，波光粼粼。你们看过吗？那真是绝美的景象啊！你真是有水准，还知道这个。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能够合法通过建案吗？那是因为我们有良好的利益关系。当然，有些人是阻碍进步最大的障碍，他们不懂得我们对社会的贡献，不懂得这个地方的资本与价值。你们是这种人吗？我想也是，你们看起来很理智，理智的人讲求效率哦。人生太短，不应该做没有效益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要帮助他们找到他们内心的需求。没有需求，人生是很空虚、很寂寞的。因此，水鸟乐园便是因这样的目的而生。这样你们懂了吧？这个社会就是一台巨大的机械，这个你们也知道吧？而身处其中的人们就是内部的零件，有些人担任引擎，有的人充当螺丝。当然，螺丝也有分成大螺丝跟小螺丝，这个你们也知道吧？我们必须紧紧的依靠，才可以使机械轮转运作。这个说法你们听过吧？所以，要是我们不互相 cover， 这怎么说得过去呢？今天要是有个零件老旧了，或是没有利用价值了，是不是应该要汰换成一个新的零件呢？你可以这么做，没错。但是为了整个零件的价值，为了整台机械的运作，我们是不是应该顾及更伟大的利益呢？因此啊，零件必须要不停的汰换，唯有这中心的引擎永远不变。没有这个中心的引擎，就没有这些螺丝的必要了。你们懂我的意思吧？你们很有悟性。所以你们只要这样子继续保持，像这样继续乖乖的，我们就考虑让你们进入。喜欢吗？想要进来玩水吗？很好，很好，就是这样子的态度。来，跟着我一起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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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自己说我是最棒的，我是最棒的，最棒的，我是最棒的。哎，跟你旁边的人说你是最棒的，我是最棒的。好，那我们给自己一个爱的掌声鼓励，预备起！好嘿，乖孩子。Die Polizei haben nicht in那个，你们觉得我去当警察怎么样？你干嘛突然要当警察啊？他不能保家卫国吗？那是军人吧？为什么警察不能保家卫国啊？我没有这样说。哦，你瞧不起警察哦？我没有。不要嘲笑我的梦想嘛！他没有啦。你们都没有人要把我的话当一回事啊！我们没有。你说嘛。那你们想要听吗？要。好。我感受不到你们的诚意哦。哎呦，我们是真的很认真想要听。对啊，我真的非常的想要知道。我们对这话题很感兴趣哦。好吧。说吧。那个时候我跟蚊子待在一起，待了好久都没有人要放我们出去，我就一直在想啊，我们要被关在这里多久啊？进进出出的。放我们出去！放我们出去！我以为你很喜欢蚊子。我是啊，他很棒，他真的很棒哦。从事情还没发生之前，他就是这样子了。他总是充满热情、愤怒以及无穷无尽的斗志。从以前在学校，他就是这样子。他有时候都会拿着小镜子，将阳光反射到对面大楼里的老师，刺得他们眼睛睁不开。然后我们就会尖叫大笑，躲在教室里。
那些老师总是在上课的时候说一些废话，这就是蚊子的正义。哦，我们那个时候真的好开心哦。毕业之后，我也以为我们可以这样子畅所欲言，但是后来发生那件事之后，就再也回不去了。什么事情啊？我没有跟你们讲水枪的事吗？那你干嘛还要当警察？因为我不想再被抓了。哦，我不喜欢催泪瓦斯。蚊子也不喜欢哦，可是他不怕。他那时候把水枪背在身上，站在那一栋老房子面前大喊 ：“You should not pass！” 好怀念的画面啊！你又没有真的亲眼看过。我也是会想象的，好吗？后来呢？警察来了，很多人都来了，连园长也来了。园长也来了。俺惊你，是园长带着警察来的，因为蚊子不喜欢园长，要拆掉那一座老房子。拆房子要干嘛？盖水鸟乐园拿呆子。我刚刚有想到，好不好？后来警察来了，后来呢？我觉得警察很屌，所以我想要当警察。那后来呢？后来我们就来到这边啊。又怎么了？是又做噩梦吗？别怕别怕。他说他梦到自己成为一只蝴蝶，成为我？或蜻蜓。我别哭别哭。他压力太大了啦。这还不是他自找的。是因为这只鸟嘴太痒了啦。对。来，我来帮你抠抠。他说他在梦里面迷路了。那他怎么不求救啊？他已经没有声音啦。也是，隔着鸟嘴怎么说话？他说他梦到他的妈妈叫着他，所以他也叫着他。蚊子说的话到底是什么？那是蚊子过去的语言啦。哦，他为什么要用死去的语言说话？到底在说什么啊？他的妈妈问你在哪里，我找不到你。然后呢？然后有人开始想打我，想把我拍死。那怎么办啊？没有关系啊，反正我是一只蝴蝶，或蜻蜓，我有翅膀，我就可以一直飞，一直飞。后来，我就来到了一个地方，白色的雾围绕在我身边，我就大喊：“爸妈！你们在哪里？我找不到你们。”后来呢？后来有人开始想打我，想把我拍死。什么？后来呢？后来我就醒来了。蝴蝶的一天，在蝴蝶充实的一天之中，做了许多重要的事情。清晨，太阳，阳光刺伤了蝴蝶还未醒的梦。蝴蝶不是被闹钟叫醒的哦，是被梦想叫醒。蝴蝶一跃而起，因为这是令人兴奋的一天。有时候我们会很想要度假，没有蝴蝶的鼓励，大家根本就撑不下去。
只要有蝴蝶在，你们就不用怕，这是充满欢笑与鼓励的一天。爱、勇气、希望，没有你们真难度过这些日子，特别是还好有你。我最害怕别人了，别人都会问我一些问题，我不知道问题的答案。有时候他们都会问我：“孩子啊，你的家在哪里？”孩子啊，你的家在哪里啊？孩子啊，你的家在哪里？家在哪里？孩子啊，你的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家在哪里，我怎么可能知道我的家在哪里？早就没有了，离开了，没有人知道我的家在哪里。家能干嘛？家能吃吗？有家要干嘛？我根本就不想要回家，我想要进入这个更美好、更舒服、更棒的世界。你们想不想听一个笑话？不要。好啊，从前有一个小孩，他走在路上遇到小美，他就跟小美说：“小美，你美爆了！”然后小美就爆小美是谁啊？哦哟，不重要啊，小美又不是真人。小美不是真的啦，她那是假的名字，跟我们一样，不是真的。哦，哎，可是小美的爸爸妈妈知道她爆了的话，不会很难过吗？对啊，你怎么知道小美的爸爸妈妈不是真的啊？哎呦小美的爸爸妈妈知道她难过，然后他们就会很想哭，很想哭。小美不是真的人呐，她是假的，她根本就不存在，就像我们也不存在，这个地方也不存在啊，因为想象力就是我们的超能力。小美是他乱取的，你不要再乱找名字了。你不喜欢小美吗？好吧，那我们取英文名字好啦。这样它就可以叫做 Little Beautiful。小美是 Little Beautiful。当我们说这个英文的时候，就会变得很厉害。哦，当我们在 say 这个 English 的时候，就会觉得很 better。 Here you go。可是它还是爆炸了啊！不会啦，我跟你说，小美取了英文名字之后就会超厉害，就不会爆炸喽。真的吗？对啊，因为这是 common sense 嘛。没有国际视野，哪里都走不出去哦。你们看，那边有一个外国人，有头发、鼻子，还有眼睛跟嘴巴。啊，那我们也要取英文名字。好啊。我想一下。你叫做 Ladies。 Ladies，你叫做 And Gentlemen。 And gentlemen， 你叫 To You。 To you， 我叫做 Happy Birthday。哦，所以这样合起来就是Ladies and gentlemen, Happy birthday to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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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蜻蜓的一天，蜻蜓充实的一天。蜻蜓是一个伟大的领导者，他要带领所有人进行一个伟大的 project。是啦，蜻蜓这一生都很虽小，可是他不会承认的。
他可是要扛起很重大的责任的人呢，他才不甘心成为一个小角色、小喽啰。他可是会成功的。他说的话，没有人不敢听。他说的话，没有人不敢听。趁大钱过好生活，干恁老师讲遐尼多，你管好你家己就好啊。资本主义的世界是无听过呢，要怎么收获就要怎么摘，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就是一个狗吃狗，鱼吃鱼，鸡吃鸡，鸟吃鸟，人吃人的世界啊！你们以为自己很高尚啊？没有我，你们什么也不是。嘿呀嘿呀，没有我，你们什么也不是。对对对。心情可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耶。它很重要啊，心情可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它真的很重要，它好重要。蜻蜓真的很重要，没有我哪有你们啊？嘿，啊？啊，对啊对啊。干你妈的！你说什么？你再说一次啊！蜻蜓他是一个伟大的领导者，他要带领所有人进行一个伟大的 project。蚊子的一天，在蚊子充实的一天当中，他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共产党人不吝于隐瞒自己的意图和观点，他们公开的宣布，他们的目的唯有用暴力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Die Kommunisten versuchen es, ihren Sitzen und Opposition zu verheimlichen. Das ist wahr. Nur leicht werden können durch den gewaltsamen Umsturz aller bisherigen Gesellschaft so tun. Mögen die herrschenden Klassen, wo eine kommunistischen Revolution zittern. Die Polizeier haben nicht in ihr Willen als ihr Ketten. Sie haben einen Weg zu gewinnen. Proletarier aller Länder, fleiht nicht euch.
pour l'Italia à la lende. Fly, need, oil.苍蝇的一天，在苍蝇充实的一天当中，做了很多重要的事哦。早上5:07，梦醒时分。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在每一个梦醒时分，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苍蝇站在公寓里，和大家一起装水，把水一个一个装好。苍蝇这个时候通常都会觉得很开心，因为可以和蚊子还有大家一起工作。工作虽然很疲惫，但是我们内心觉得十分充实，为了共同的目标奋斗，因此内心充满感恩，心怀感激。早上8:15，我们会开始吃早餐。通常早餐都是由苍蝇负责，但是最近苍蝇在忙一个新的 project， 所以早餐由其他人负责。今天吃粥哦。又吃粥。这个时候，他们通常都会开始抱怨，但是苍蝇不会，苍蝇还会协助蚊子吃早餐。苍蝇无怨无悔，因为蚊子也会对苍蝇做一样的事。掉了，擦一擦。然后10点整，苍蝇会带着蚊子再去做一次治疗。没有穿制服就不可以入场，太小了帮我记一下，太小了。结束量身后，苍蝇会带着蚊子再去做一次矫正治疗。集合。今天我们要进行发声的练习，现在请跟随我的声音指示动作，把水桶举高，好，好，现在把水桶放下来，吸气，弯腰，可以把鸟嘴摘下来，非常好。
你们吐出来的东西将拿去喂食广大的社会群众，服务广大的大众。服务广大的大众。语言为一门精致的艺术，我们必须捍卫，必须守护。必须服务广大的大众。结束语言矫正治疗后，我向矫正师道谢，谢谢你给我们的帮助。没有人学不会，我们知道。我们有信心，尽我们最大的社会责任，将它治好。谢谢你，劳烦你跑这么一趟。再见。再见。下午2点，苍蝇会和蜻蜓还有蝴蝶一起讨论新的 project。我有预感，没有过多久，我们就可以进入水鸟乐园了。我们完全相信你。我们讨论得非常热烈，一直到夕阳染黄了整个城市。你这个好诗意哦，我要写下来。4点30分，死亡的时刻。人类容易在这个时候产生怀旧的情感。由于蚊子有习惯性的不良倾向，这时候苍蝇都会尝试用温柔的语句哄它下来。乖哦，赶快下来哦，赶快下来，乖。如果我们把那些水都卖完，我们就可以进到水鸟乐园了。到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就可以用这只鸭子了。你会难过吗？难过什么啊？它变成这样子。苍蝇并不会难过啊，因为这时候的蚊子已经不是真的蚊子，真的蚊子和苍蝇道别过。那就好。后来那些都不重要了啦。晚上我们会再吃1碗粥，肚子饿的话可能会再吃第2碗。苍蝇可能又会协助蚊子吃晚餐。这一天就这么结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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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他把手伸进我的嘴巴的时候，我会试图反抗。张开嘴，我要再检查一次。张开嘴。哦。其中有一个段落，就是有一个角色叫做蚊子，然后那一段的对白是这样子的，他对着观众说：“你得投走俺给赏，俺神威某赏给你，我成为没有声音的人。然后要黑俺爸，俺给发已经死体嘞，我讲的话已经死亡了。要黑俺阿爸给阿爸讲的发，要黑来阿梅跟阿梅共给发，所以就会去象征说，我们很多当初的很多母语慢慢的消失。那因为语言代表我们自身的一个文化，然后当我们来到都市之后，却要去学习各种另外一种语言，包含媒体的语言、政治的语言、钱的语言。你们偷走了我的声音。这是我的矫正师，年龄大约40岁，面容惨白，不苟言笑。通常我们都会非常的害怕他，但我并不会表现出来，因为我非常善于掩饰。通常我会需要先张开我的嘴巴，否则他会用力的掰开我的上颚和下颚。这个举动常常会吓我一大跳，但是我不会表现出来。这个举动常常会让他吓一大跳，但是我要求他不可以表现出来。他会先检查我的牙齿，
我会先检查他的牙齿，再来是牙龈，再来是牙龈，然后是我的舌头。我会翻来覆去检查他的舌头，看看他这周有没有不该说的话。你这周表现得很好，没有说什么不该说的。然后他会开始检查我的脸，我会开始检查他的脸部的肌肉，用我戴着白手套的手触摸他的脸颊。他试图找出一些痕迹，以确保我没有做任何不正确的表情。有时候可以从他的下巴看出一些端倪，有时候是耳垂，有时候是鼻梁，有时候是眼睑，有时候是眉毛。然后他会再检查一次我的嘴巴。刚进来治疗的时候，我的内心非常的不安和焦虑。当他把手伸进我的嘴巴的时候，我会试图反抗。张开嘴，我要再检查一次。张开嘴。哦，然后他会打我，然后我会打他，这是让他汲取教训最好的办法。我不会说话，保持沉默是最好的做法。但是他的眼神会透露一切。我的眼神会透露我内心的想法。年轻人应该要服从，不要随便说话。这是为了社会和谐，这是为了你好。然后我会坐回去，假装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你这周表现得很好，要继续保持哦。然后他会叫我努力工作，工作会带给你前进的正确前进动力，请继续保持，我对你有信心。我成为了没有声音的人。那个时候，他们带我去做一系列的矫正治疗，对，也就是你们做过的那一个。因为我有不好的说话习惯，我会说已经死去的语言。那是我爸爸和妈妈的语言，也是我爸爸的爸爸、妈妈和妈妈说的语言。如今这种话语已经死亡。我坐在那张椅子上，空气烧灼着我的喉咙，好难呼吸。一开始他们追问我有关那支水枪的事情，除了他们之外，任何人不得持有枪械。后来，我被带去做一系列的矫正治疗，蝴蝶他们也有做，只是没有人做的我多。在治疗计划过后，我非常认真的完成作业，完成他们交代的任务。我坐在那张椅子上，房间非常的闷热，可是他们跟我说房间一点都不闷热，是我太过于躁动。我要的太多，跟多数人的需求不一样。还有那张椅子，坐起来真的很不舒服。我们都有坐过，苍蝇没有坐过，他的年纪还太小。事实上，我说的这些话只有你们知道，这些话并不存在，这些记忆也不存在，那张椅子也不存在。因为我根本不记得了。
们偷走了我的声音。看完这出剧《水鸟乐园》之后，希望大家可以去反思一下。第一个，语言跟我们自身的关系是什么？你如果是客家人，哈港影，那你还会讲客家话吗？那你还会教你下一代讲客家话吗？如果是闽南人，那你还会教你的下一代讲闽南话吗？所以语言是跟我们想要让大家去反思一下，我们到底是从哪里来，我们的故乡在哪里？那我们要去追求都市里面的东西的时候，我们还记不记得自己的家？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在工作整整1周过后，是不是有感觉身心疲惫？周末到了，却不知道该去哪里玩。在城市近郊，就有一座美好的人间乐园等着你。水鸟乐园在这里恭候你的光临。水鸟乐园祝你有愉快美好的一天。水鸟乐园祝你有愉快美好的一天。Waterfowl Paradise wishes you a pleasant day。欢迎各位嘉宾莅临水鸟乐园，来准备，所有的人开始预备，下水前做好万全准备，开始游泳。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在工作整整1周过后，是不是感觉身心疲惫？周末到了，却不知道该去哪里玩。在城市近郊，就有一座美好的人间乐园等着你。水鸟乐园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水鸟乐园祝你有愉快美好的一天。水鸟乐园祝你有愉快美好的一天。Waterfowl Paradise wishes you a pleasant day。